从此，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进前帮派的分子啉春酒办甲真大场，互外界质疑讲伤过臭样咯。所以全台湾的警察开始落大扫污，经过2个月追查，抓到头咯。这是德联邦的许仁辉，表面上咧做工程、卖精品、开饭店，但是实际上是暴力特效放档内。外号小狗尾这个会长牵涉到几啊件恐吓处罪的案件，刑事局掌握到犯罪证据，第一章甲人拘提到案。欢喜要过生日，却因为1点纠纷演变成帮派之间的问题。过生日的人暗棍啊，搁防毒一刀，差1点生日变忌日。真侪穿乌衫的人出现伫咧病院外口，为是要护驾，为是要报仇。查落了后，才发现过生日的人是德联邦人党协进会会长，人拢叫伊小狗尾啊，做人是真苍手。严格差1点无性命了后，就真低调。早期的时候真是蛮凶蛮狠的，行事风格很大胆很强势。被杀了之后，他就很低调了，很多都要退居幕后。几乎他也没有在管什么事啊，几乎他只定是往生意界发展。警方掌握许仁辉伫咧台北市松山信义甲南港，经济来源是经营精品的饭店、投资夜店甲土方的工程。严格其实嘛有咧做暴力的特效甲放档来生意。都已经从商了嘛，但真酒是犒赏员工嘛。但是警方认为这种就是跟警方侥幸，毕竟他们属于人堂下面的嘛。民人会、红人会。后来就换到他们了，大家都已经该跑都跑了，该躲都去躲了。全台湾大扫污，帮派分子原本抓准时空内无好，严格其实犯罪证据拢已经互掌握。会长甲帮将总共13个人，互警方以组织犯罪加恐吓处罪罪互逮捕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